在世界最东方，有一个古老神秘的国家，那就是中国。在中国浩瀚的内蒙古草原东部，有一个美丽而富饶的城市，它就是满洲里。在满洲里有一颗耀眼的明星，万众瞩目的焦点，它就是马克西。走进时尚流行元素，感受中俄蒙三国激情演绎，用歌声打动你们的心灵，用舞蹈擦亮你们的双眼，体验三国文化激情碰撞，在今天的演艺现场萌擦出艺术的火花，带你们感受不一样的用餐文化，带你走进一段难忘的旅程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准备好你们的情绪了吗？马克西姆激情之夜大型综艺演出，现在准点扬帆起航。中章夜色阑珊，灯火辉煌，音乐四起，非常高兴能在这么一个温馨浪漫的夜晚，与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共同相聚在马克思。首先呢，站在舞台上看了一下，此时此刻来的朋友很多啊。常言道，人多玩的热闹，人少玩的情调，多多。
天的祝福送